咁平時咧工作啦，好多時都要捱夜啊，或者食好多宵夜啊、熱氣嘢啊、辣嘢啊咁樣啦。咁口腔咧不時都會生飛滋啊，各樣嘢啦，所以我就會選用呢個口咽腔。有別於一般嘅喉糖，口咽腔可以解決咽喉根源問題。創新嘅益生菌檸檬味口含片，針對反覆性嘅口腔及咽喉問題，包括飛滋、嘴爛、牙周困擾、咽喉腫脹、喉嚨異物感或長期有咽喉炎等等嘅問題。Collagen係香港保健品牌，啱啱榮獲2025年香港名牌。品牌以科學、美麗、健康為本，用專利成分及科研及成果打造優質嘅健康保健品。口咽腔採用3大專利口腔益生菌，有效抑制惡菌形成，平衡口咽菌叢。臨床證實，連續4週服用可以改善牙齦出血、嘴角乾裂，有效根源改善反覆口腔困擾。口咽腔一盒裡面有30片，每日1片，含喺口中自然溶化。我食咗1個月，口氣清新咗，飛滋同埋咽喉痛都少咗啊！成分天然，成人、孕婦3歲以上都食得，特別適合長期煙酒、應酬、用聲過度、口乾咳嗽同埋咽喉食藥發炎嘅人士。而家萬寧買2件有9折優惠，仲可以用埋萬寧門市減20蚊現金券，詳情喺內文可以查閱。